換轉來咱國內，立法院通過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，也就是講，以後學校若是拄到學生手機甲平板用甲調着的問題，會當進行輔導、管理或者是限制使用。全高總對這修法的方向是表示肯定，不過嘛呼籲後續這細節咧定的時陣，應該愛有老師、家長甲囡仔的意見共同來討論，才會當減少教育現場師生起衝突。假日兒童樂園人來去去，囡仔歡喜咧耍，也閣會當減少使用3C的時間。為了防止校園的見手機立法院三讀通過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，讓學校會當以實際需要來輔導，也是管理學生健康的物品，也是行為來應用手機等行動載具可能帶來調調風險。我贊成誒，因為小朋友現在手機裡面啊、抖音啊那些誘惑太多，其實對孩子不是很好的觀念，就是怕會不專心啊，一直想要看社群媒體啊，未知的誘惑或是不正確的資訊。適當規範囡仔的手機使用時間，家長樂觀其成，也閣由家長點出。依照無共學齡，無定定會當採用分階段春秋管制。國高中對，確實有些可能上課需求啊，或者是下課之後，家長聯繫，這個可能可以再討論一下，或者是可以開放，比如說下課之後再繳手機。全高總雖然對修法方向表示肯定，也毋過也煩惱論組宣示意義大過實際意義，呼籲後手定定細節的時，愛納入老師、家長甲囡仔的意見共同討論，研究出一套分年齡層具體可行的方法，才會當避免第一線教育現場的師生衝突加重。我們還是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。哦，畢竟你這個上路怎麼去做？如果真的到需要用強制力的部分，希望法律的訂定在後面給老師的支持要多一點。我們是建議說要比照學校的輔儀管理委員會，至少要納入1/3的學生代表，還有家長代表，這樣才可以促進說在討論過程中師生跟家長之間的對話。學生團體認為，無共學習階段有無共的學習需求，即馬的教學現場有真儕學生會使用手機甲平板來輔助學習，應用無共的學習樣態，需要進一步根據學生的學習階段來訂定所謂載具的管理規定，建議幼兒愛分級管理，回歸各校討論，較好實施。記者採訪報道。